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客家。听到客家，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台湾的一部分嘛。但是有一篇社论哦，他提出了一个很 powerful 的观点，就是说客家的世界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大得多。那我知道，有时候看那种长篇的社论会觉得有点头痛，对不对？所以别担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拆解一下，看看作者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直接来看作者李温焕写的这句话：那里没有旗帜，没有疆界，只有一张铺展于世界各地的文化网络。哇，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很诗意？但这可不是什么小说情节哦，这其实是作者在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亲身体验到的一个深刻发现。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有这么大的感触呢？我们接着看下去。好，故事的起点要回到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常常都待在家里，没事就滑滑手机。作者李文焕也是一样，然后呢，就在那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语音 App 叫做 Clubhouse 上面，他偶然就这么闯进了一个聊天室，没想到这个聊天室竟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聊天室的名字就叫做客家国，光听这名字就觉得有点意思哦。但真正让他震撼的是，一进去他就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连结感，就是那种我们是自己人，完全不需要多做介绍的感觉。而且更酷的是，这里面的人根本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根本是一个横跨全球的线上大聚会耶。这也让他第一次这么具体的看到所谓的客家离散社群，也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规模到底有多大。好，所以你一定很好奇，这个客家国聊天室里面到底都聚集了哪些人呢？接下来这点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就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让作者突然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体悟。你看看这个名单，真的超夸张的，里面有从美国来的、英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澳洲的，然后亚洲这边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甚至还有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重点是，所有这些人都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用客家话聊天。就是这个瞬间，作者才真的意识到，哇，原来客家认同真的不只是台湾的事，它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遍布全世界的国际网络啊。可是在这种全球大串联的兴奋感中，作者突然感觉到的，竟然不是骄傲，也不是优越感，而是一种他说是难以回避的惭愧。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很多海外的客家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政府资源啊、制度支持啊，可是他们在使用自己母语的时候，那种用心跟努力的程度，甚至比一些在台湾的客家人还要深。这一下真的让他开始很深刻的反省。好，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全球性的震撼教育，当作者再回头去看台湾本地正在发生的一个争议的时候，哇，整个看事情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事情突然就变得很清晰。那这个争议到底是什么呢？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客家话应不应该被当作是台语的一部分？当时有些人提出，为了要强化台湾本土认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客语也算进台语这个大分类里面？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对吧？感觉是为了团结。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对于这个想法，作者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完全不赞成。而且他不是随便说说，他提出了3个非常核心的论点来反对这件事。这3个论点就像3根柱子一样，稳稳地支撑着他的看法。我们可以这样看，这个提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种包容，对吧？把客家也纳进来，但作者认为这根本不是包容，实质上是一种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一个本来很多元、很立体的东西，硬是把它压扁，变成一个比较单一的面向，反而让它失去了原有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第一个论点就是客家本质上是一个跨地域的族群，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族群，这很重要哦。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挑出来说客家是我们的。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本来就是建立在不断迁徙的历史，还有他们共同的语言之上，所以说它天生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身份。再来第2个论点，作者认为一个语言的尊严是来自于它自身的历史有多深，文化底蕴有多厚。
而不是靠别人给他贴上什么政治标签。客家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得非常成熟、非常完整的语言，它根本不需要被放到台语的帽子底下才能证明自己有价值。它的尊严是自己争来的。最后第3点，作者认为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点。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把客语重新标签，那等于是亲手把一个格局宏大的全球文化硬生生压缩成一个地方的次文化。你想想看，这样一来，年轻一辈的客家子弟，他们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自己文化背后那个连接全世界的丰富样貌了。这对语言的传承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反而会更困难。好，讲了这么多反对的理由，那作者认为到底该怎么办呢？光是反对没有用嘛。所以在社论的最后，他其实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一个他认为更宏大也更有自信的未来蓝图。这句话就是关键。真正的格局是能同时站稳在台湾，放眼于世界。作者认为，真正有自信的身份认同，不是去把大家的差异都抹掉，假装我们全部都一样。恰恰相反，是我们能够很自信地说，我立足在台湾，但同时也为自己文化跟全世界的连结感到骄傲。所以整个社论最核心的观点就在这里了。我们可以也应该是台湾的客家人，这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语言跟文化绝对不止于台湾。你看，认同台湾这块土地跟拥抱一个全球性的文化遗产，这2件事情不但不冲突，反而可以让我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更丰富、更立体。听完作者的这整个心路历程，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反思，我们的身份很少是这么单纯的一条线，它更像是一张复杂又有趣的地图，常常会把我们跟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意想不到的历史给连接起来。所以最后也想问问大家，你自己的那张身份认同地图又画出了什么样的风景，连接了哪些不同的地方跟故事呢？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静下来好好想一想。